香港貨櫃吞吐量下滑，近年成為業界應對嘅重點。不過其實鞏固國際航運中心地位，綠色轉型同樣係重中之重。推行綠色燃料係眾多轉型減排措施中嘅先驅。政府喺2024年公布行動綱領，積極推廣各類嘅綠色燃料，並喺今年第一次完成船對船液化天然氣加注作業。香港位處華南，連接國際航道同埋東南亞以及東北亞，地理位置優勢明顯，可以打造綠色燃料加注中心。目標係2030年開始為遠洋船舶每年提供超過20萬噸綠色燃料，同埋超過60次加注服務。港口方面，葵青貨櫃碼頭推動建設自動化智慧港口，採用電能碼頭機械，引入可再生能源，降低碳排放。預計2030年實現減排30%。香港亦都計劃同大灣區港口以及貿易夥伴合作，構建綠色航運走廊。環保轉型、減排節能，香港航運業正係積極駛向綠色未來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